大家好，我係海恩斯浸信會中文堂嘅梁傳道 James， 同大家分享下澳洲。澳洲係一個發達嘅國家，排名世界第6。咁咧有一個好特別嘅語言咧，拉丁語未知嘅南方大陸喎。喺2025年咧，澳洲已經達到2700萬人，但係大部分移民而家係佔咗80%嘅增長。華人嗰個宗教信仰無信仰咧佔咗58.3%，而基督徒咧喺華人當中咧佔咗22.6%。我哋咧都要去諗一諗，第二大宗教咧係佛教，都佔14.1%。基督徒但係由2016年開始咧不斷嘅下降。我哋最快增長嘅竟然係伊斯蘭教同印度教，我哋都要面對呢個問題。海恩斯浸信會中文堂係附屬英文堂，我哋已經成立咗18年啦。咁我哋咧係三文三語嘅，即係我哋有普通話咧、華語、粵語同英語咧。我哋當中咧都大部分係喺餐館工作，所以星期日嘅時間咧都好緊張。咁另外咧就有好多年青人嚟到做背包客咧，佢哋嚟到咧好短時間就會離開啦，又去到第二個城市。咁我哋咧就抱住播種子、福音種子喺個心入邊咧，等佢哋慢慢成長。就好似哥林多前書咁講：我栽種了，阿波羅澆灌，唯有神使他成長。點樣平衡信仰與文化咧？呢個區域咧係一個挑戰嚟嘅，所以我哋咧喺崇拜之後咧就會安排咖啡座啦，等我哋大家可以好輕鬆咁樣去分享福音，表示我哋嘅真誠與關懷。我哋希望咧佢哋喺了解福音當中更容易明白尋找生命嘅真理。海恩斯浸信會中文堂面對挑戰，靠主得力。